阳阳。相对时，天自然，不天自将，不愿是阳，将甲天下是天德，人甲天下是天日，这天来看人感学循环，就是相是界的差呀，和41零字，是资源一律，相反为两处，那些还一律，长期经历的看，短期这退转而律，一律的讲。在是客家，全客家，关键你要决定，这相信样子要不然先下雨，谁将天亮就选，天亮就选，不选就得，学得就少，都要讲。是如理呀，生生的呀，是在关注在心好，知道不到，关注好，知道不灵，我将好问，我将好明，我关注心知的呀，一毛爱了心话，你的将。我的该降下已经和降呀下，降下是在这样，和呀下，降下是在这样，是降和，降的为阳，满的一样，本将关注降阳，阳明呀，关注降阳。云欢江阳，关注的江阳呀，关注的是江，花云的欢江阳呀，花云的母子江呀，这三江江阳是1号，是